高不丢，谁会写掉？谁？我靠乱，他们写錯啊！羅伊잘못쓴거라고 대본에我的英文名字叫 Rio R-I-O， 我的 Rio嘞，但是在台湾没有人叫我 Rio 啊。대만에서 이제 Rio라고 부르는 사람 없고。 Nice， 这个了。好，看镜头吗？好，先看一个了，都不用看。OK，No， 我有點擔心我們的體能，在這個大熱天曝曬之後，脫水的狀態裡，應該很難爬山。這樣，對，第一應該實時，其實應該不好爬。但是蠻期待的。你期待嗎？對，很期待。然後我感覺韓國朋友們也是。哦，真的哦。對，他們應該也 OK 嘛。對，他們很開心。來走的。OK。